奉主的名，我们开始今天的崇拜。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作为。我们感谢慈悲的天父来到你的殿，我们充满欢喜快乐。愿你救恩的恩典再次的向我们彰显，你的爱涂抹我们，我们愿意改变，真心悔改。愿你的宝血洗净且遮盖我们的罪，你复活也带来救恩的盼望跟确据。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你的手中，我们就凡事交托你。愿你大能的手成为我们的帮助依靠。在今天的崇拜当中，愿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也能重新得力，愿意过属灵的生活，见证主的名。这一切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诗歌敬拜，让我们一起翻开新灵粮诗选第10首《圣洁主》，我们唱2遍。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用我们使徒信经来做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站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哪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属于荣耀颂。现在这样，以我。
弟兄姐妹，请坐。起因文，请我们翻开诗篇119篇，在教会的圣经的651面，我们来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诗篇119篇105到112节。诗篇119篇第105节，由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应。105，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甚是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的性命藏在危险之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接下来我们有一段恭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早上，众弟兄姐妹聚在圣殿中，我们歌颂赞美你，是何等的喜乐。这个时候，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感谢你让我们有平安。虽然说我们有忧伤，但在你的主里面常得安慰。我们为着神的国度，我们的同胞，我们的肢体向你祷告。愿你纪念非洲国家南非，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中，使他们能够得到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也要为台北北一教区、台北卫理堂献上祷告，为曾楚杰牧师，是吧？愿你祝福他们在当地所有的服事，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可以使人悔改信主，也使所有的同工传道身心健康，服事有力。所以我们也再次为新冠肺炎向你祷告。现在世界新一波的疫情又开始，愿你赐智慧给所有的领导，可以将疫情控制下来。主啊，也透过这样子的疫情，我们谦卑悔改，求主怜悯保守，也祝福台湾，使台湾的政府官员可以秉公行义，也有智慧聪明，做出正确的决定跟政策，同时也是清廉的政府。愿整个的国家都因此而蒙福，也求你赐福每一位参与服事的牧师、传道及执事同工们，还有弟兄姐妹，有属灵的智慧跟聪明为主所用，共同复兴福音。接下来我们用祝祷文来做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愿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日赐给我们，免我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今天我们要请蔡家庆弟兄来读《创世纪》跟《罗马书》。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课在旧约圣经第23到24页，《创世纪》25章19到34节。在旧约圣经的23到24页，《创世纪》25章19到34节。
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到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示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了2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2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今天的经课第2处在罗马书8章1到11节，新约圣经是170页。罗马书8章1到11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里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周的经课。谢谢嘉庆。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3章，马太福音13章18到23节，是在教会圣经的第17面，新约的第17面。这个部分是由我来攻读哈。马太福音13章18节。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22节，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解实。撒在好地土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解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感谢主。接下来我们请诗班来献诗。今天要献的诗是我要向山举目。谢谢诗班。接下来是正道，我们请本堂的蔡伟文牧师来正道。今天的题目是土地的秘密。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早上跟大家一起见面。我相信大家刚听到我们诗班的献诗，会觉得这个曲调相当的熟悉。很多小朋友在小学的时候应该就学过这一首诗歌。各位，其实福音诗歌是可以透过现代的乐曲去表达跟表现的。如果各位有机会听到有一首那个叫做，因为我们端午节刚过，有一首歌叫做《小肉粽》，
对不对？有人把它改编成小天堂，为什么？就是能够互相的，我们彼此相爱，能够把这一首这个叫做可能也许是比较现代的歌曲，然后用一些古早的这样的教导放在里面。过去的这些的宣教士或者是这些的牧者，他们很会运用这些方式，让人可以能够贴近，能够知道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福音不是距离人很远的，福音应该是很贴近人的，让人可以因着福音的缘故，知道哦，原来福音就是这样的一个好消息，要让我能够认识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不必要高言大志，我们可以用很简短、很简单的话，让人能够明白。所以我常常讲说，学者的功用就是要把很简单的东西讲得很困难，对不对？那老师的作用就是要把很困难的东西要讲得很简单啊。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哈，让我们可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能够很明白的知道圣经的话对我们的帮助跟对我们的一些的引导，让我们可以知道说上帝的话不是离我们很远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上帝祝福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笑话而已啊。如果我们当中是当老师的，不要觉得我得罪你们啊。有一个年轻人他在开车的时候，然后带着他的太太在路上，然后看到一个老先生在路上在招着车子，然后这个弟兄他就开车开到旁边，他要准备要载这个老先生，结果他的太太说：“你在干什么？”然后这个弟兄他说：“这是我的高中的老师啊，他在那招车子，那我当然要去接他了。”他说：“千万不要。”他的太太说：“千万不要，因为太危险了。”然后这个弟兄他听了觉得非常奇怪，说：“他不过就是一个老先生，又是个老师嘛，有什么好危险？又不是流氓，又不是要抢钱的。”他说：“你不知道，万一他上你的车，万一等一下他讲话你睡着怎么办呢？”听得懂意思吗？老师教课的时候会睡着嘛，容易睡着。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能够知道说，老师也很辛苦，学生也很辛苦，特别现在是期末考的时候，其实学生要念书也很不容易哈。那很多学生都是需要半夜要念很多书的，老师也教得很辛苦。为什么？因为老师要出题目，老师要很多的教导，要帮助这些孩子们。所以有时候他们需要有寒暑假，大家需要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为什么？因为有很多时候老师跟孩子们他们都需要有一些时间消化跟安静他们的心，好让他们所学习的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上帝祝福我们。当然假期要好好的运用，所以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当趁着你还有假期的时候，特别年轻人，趁着你还有假期的时候，好好的运用你的时间，运用你的假期，然后做美好的使用。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做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让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无所适从，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韩国有一个市长，因为不晓得什么样的原因，有人说他可能是碰到情关，有人说他可能是因为财务的问题，所以就选择了自杀的路。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见证，或是好的一个形象，因为很多人在面对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用一些比较激烈的方式。在我们的主导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试探，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凶恶，那应该怎么做，让我们可以得到保护跟保守？那最近这个论坛报他们有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内容，让我们可以做一些很好的学习跟很好的教导，帮助我们能够在面对试探的时候能够知道怎么做。所以在这里提到加拉太书里面提到说，弟兄们，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得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能够这样挽回过来，又要自己小心，免得入了这些的迷惑，或是入了这些的引诱。很多时候我们会教导别人，很多时候我们会帮助别人，但是有时候那个试探跟患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也失控了，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胜过试探有几个方法，让我们可以能够去面对跟胜过。第一个，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这个论坛报他们给的讯息里面，可以帮助我们能够了解怎么做。第一个，我们可以把上帝的话，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119篇，刚刚我们所读的诗篇119篇的11节，这里提到说：“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了你。”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常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很多人说：“我不会犯罪，我不会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我已经信主了。”千万不要给自己打这样的预防针，不要觉得说自己一定不会倒，一定不会怎么样。大卫是合上帝心意的人，但是他在面对情欲的试探的时候，他也曾经跌倒过。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要常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常常被提醒。所以有时候上帝的话提醒我们的时候，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在我们的里面。好，第二个，不要处在受试探的环境里。包括我们处在一些的环境里面，如果容易让我们会去面对，或是要去进入试探里面，都必须要逃避它。所以圣经里面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这样的话：要爱惜光阴，因为这个世代是邪恶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去脱离，跟不要去进入到那个试探的环境里面。特别有很多的人在一些的网络上面，或者是在一些工作上面，都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一个引诱跟试探。以前我在马祖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弟兄，他是做工程的，他是一个工程人员。然后他在带他的工程，他在带他的这个工程班的时候，因为很多的人都会认为说不收回扣是一个很笨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在做工程的时候，他们都常常会去收一些的这样的钱。这个弟兄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说我不收这些东西。他的员工常常笑他，甚至有人去揶揄他说：“你这个笨蛋，你这个白痴，人家以前的主管都会这样做，甚至还会发钱给我们，你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弟兄他确实很笨，但是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因为他没有收这些的回扣，没有收这些的款项，以至于当他去监督他的员工工作的时候，他的员工不敢跟他说什么，不敢去跟他有一些的争执，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被捆绑。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可能因为方便的缘故，结果这样做的时候，人家会说：“你也拿了钱，你也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你无法去管理好你的员工。”所以这个弟兄他虽然做一个很笨的选择，但是他能够成为一个很正直的榜样，来给他的员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让他们知道说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的时候，他是怎么处理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因为现代的世代是邪恶的，必须要保护自己，免受在试探的当中。第三个，我们要求上帝话来指引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正确的路上。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样提到，他说：“你们所遇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有时候试探或是试炼能够胜过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刚强，更加的坚固，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强壮，甚至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患难的时候，我们可以能够得胜跟胜过。”我常常讲一个事情，叫做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大。我有一件衣服叫做小强精神，那个小强精神就是什么？这个打不死的。当你打不死的时候，这些的患难反而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力量。当然我不是说我都好像金刚不坏，并不是，因为人都会遇到一些挫折跟困难的时候，但是这些是给我们一些的帮助。当我们可以从一些的经验去吸取经验的时候，我们的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所以不用担心说失败好像是没有办法挽回的，有时候失败是可以让我们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第四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需要有朋友。千万不要觉得我一个人就可以去面对试探，我一个人就可以去胜过试探。你需要有好的老师，你需要有好的朋友。当然不一定这些老师是一定要年纪比你大的，或者是一定要比你有学问的，其实不一定。有时候你需要有一些属灵的伙伴，这些人是可以陪伴你的，可以帮助你的。所以在雅各书里面提到说，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好，让我们在遇到试探的时候，知道有人在为我们祷告，以至于我们不会进入到那个试探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朋友来帮助我们，来为我们打气，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胜过这些的试探。
我曾经听过有一个牧师他的见证，让我觉得心里面很感动。我也很期待我们教会里面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氛围。有一个牧师他在上讲台前5分钟，他把他的执事同工招聚来，然后在当中他就跟他的执事同工讲说：“请你们为我祷告，因为我有情欲的问题。”所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的同工不是笑他，不是说啊你这样你是牧师，你怎么会有情欲的问题？你为什么会有这些的状况？并没有。这些的同工他们是围在他的身边为他祷告，所以当他们为这个牧师祷告的时候，这个牧师他重新得着力量，才站上讲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成为别人的帮助，让别人也可以成为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的帮助。千万不要觉得我一个人可以去突破或是胜过这些事情，我们需要有一些朋友的帮助。好，第5个就是遇到试探怎么做？最好的方式真的就是离开那个试探的情况。各位，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各位知道有一个人叫约瑟，知道吗？约瑟这个人，当他的老板娘要引诱他的时候，各位知道现在的人讲叫做，如果搭上线的话，叫做少奋斗30年，对不对？我就可以不用再去努力工作，我就可以搭上线就好了。但是约瑟做了一个决定是什么？他要远离那个试探。当那个老板娘在引诱他的时候，他说：“我岂可犯罪，得罪我的上帝？”所以他离开他跟老板娘单独相处的地方。所以遇到试探就必须要尽快的远离。所以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这里提到说，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求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赶快脱离那个试探的状况，赶快脱离那个环境，以至于不在那个罪的当中被陷在那个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彼此的帮助。当我们看到有人被试探胜过的时候，需要提醒他；当我们看到有人在试探的当中，我们需要帮助他，为他祷告。最重要的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不要进入在试探的里面。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刚好有一个呼应，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去做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会去批判别人啊，你看这个人他不信主，你看这个人他没有信上帝，他没有得到上帝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圣经的话不是针对别人说的，是针对我们自己的。我们先来看一个新闻哈，这个是，不过这个当然不是新闻，这是已经很旧的一个故事，就是以色列这个地方，大家知道以色列它其实是一个干旱的地方，并不是一个很多水的地方。各位知道，在干旱的地方要找水是很困难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很聪明，是他们从空气当中或是从海水里面去得到这些的水源。所以即使在很困难的环境里面，这些人他们都知道说，我要怎么做去得到我应该获取的这些的资源。特别他们在当地的地方，各位知道以色列是在中东地方大概唯一没有石油的地方，大部分的阿拉伯地区都有石油，所以他们很有钱，因为他们卖石油就可以卖钱。但是以色列没有石油，他们没有在土地里面有什么样丰富的资源，所以他们利用一些的天然农耕的方式来过生活，来帮助他们的国家可以在经济上面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并不是他拥有很大的天然资源，而是他懂得去运用他的资源怎么样成为他的帮助。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地方，就是以前可能曾经是比较干旱的地方，他们把它栽种，然后这些人他们是很用心的把它耕种起来，以至于这个荒漠的地方后来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农地。所以这个是到后面它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就变荒漠也可以变成是农田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人看起来是这个没有成功的希望，但是有人看起来却是机会。所以你怎么样去看待你所拥有的一切，这个需要求上帝给我们智慧。那前面为什么要铺陈这么多，是因为我们今天要来讲种地的事情。各位，当然我不是农夫，我没有办法教你们种地，但是我们当中有植物专家，应该会教大家怎么样去种植，或是怎么样去养比较好，可以把你的种的东西可以养得很好。其实我真的很拙哈，因为什么？因为我每次去卖场买那个小盆栽回来，每次看到它很漂亮，但是回来种都是一定是死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大概也许种植的那个功力不是很好。但是各位可以知道，其实农夫他们懂得这些东西，他们会把
他们的农地，把它整理得很好，以至于它可以适合耕种。所以今天我们所要谈的就是，耶稣常常用一些可以看得到的，用一些可以知道的事情来做这样的一个比喻。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好像听讲道或是听到要听很深的东西，其实不然是这样。耶稣常常在讲道的时候，用最简单的东西去讲最深的奥秘。耶稣常常讲种地的事情，耶稣常常讲撒种的故事，耶稣常常讲空中的飞鸟，耶稣常常讲这个地上的牲畜，耶稣常常讲捕鱼的事情。这些是他们当时可以看得到的，或是可以知道的一些的状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听讲道不一定是要能够听很深的东西，但是要从很浅的地方去能够得着上帝要对你所说的话，要能够从那里能够明白上帝要对你所说的。好，所以如果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事情，就是当中我们的资深的同工或是弟兄姐妹都可以知道这里面在讲的是什么。这里面提到说，耶稣讲撒种的比喻，那个种子讲的是上帝的道。当上帝的道撒在人的心中的时候，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但是我们常常会去看这些东西，可是我们常常不会觉得这是在对我说的。听得懂那个意思吗？我们常常会去批判说，你看这个人他没有信上帝，你看他就像是在那个路上的那个被飞鸟啄走的那个土地一样，或是你看这个人被捆绑了，这个思虑捆绑他，所以他是在荆棘里面的。我们常常去批判别人，或是觉得别人是这样，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这个经文去看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常常有这个盲点，千万不要觉得牧师就没有这个盲点。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事情，是当我们去韩国的教会去看人家的教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这些牧师们都会看到什么吗？我们这些牧师们都会看到，人家的会友这么热心，对不对？然后如果是会友去到别人的地方去观摩的时候，都会看什么？人家的牧师这么殷勤工作。所以我们都会帮别人看，但是不会帮自己看，不会帮自己看说我是不是这样的人。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把经文从自己的眼光来看，上帝是不是在对我说话？我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19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今天经文19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这节圣经，一起念来。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那撒在路旁的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当撒种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在撒的时候，并不是像我们是用插秧的方式，他们是用撒的。在这个种麦子的时候，他们是用撒的，他们是用比较广的这样的一个土地的这样的一个撒种的方式，不是像我们在台湾要用插秧的方式，他们是用撒的。所以撒的时候，种子有可能会撒到路边去，但是这些种子如果没有地方可以让它生长的时候，很快这些就会被叼走了。事实上，它也代表一个事情是，当人的心不愿意接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就好像你的心是被这些道好像被鸟啄走了一样，上帝的话没有办法进入在你的心中。所以有人这样说，人的灵魂越离开上帝，就会越接近愁苦。所以当你越没有让上帝工作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越不让神的道进你的心中的时候，你就离开上帝越来越远。所以当你觉得你越来越愁苦的时候，也表示你离上帝是越来越远的时候。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应当怎么样来领受上帝，而不是去远离上帝。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表面上我听了，我来做礼拜了，但是我们却没有真的把神的道进入我们的心中。所以这个查纳克这个人他这样说，人的理性可能支持某种神的概念，但是内心对上帝是毫无情感的。你可能知道上帝，我可能有信上帝，我有当基督徒，我知道我受洗了，我可能每个月来做1/10的奉献，我可能来做礼拜，但是我对上帝有没有情感，这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我们的心却没有像一个真正信上帝的人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反而是拒绝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所以可能你说信上帝，但是心里面是对上帝是没有任何的情感。
当上帝的话进你的心中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感觉在心里面。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话进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回应是什么。这里一个很好的说明说，如果心里充满了恶念的时候，属天圣洁的思想就无处可容。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如果神的话进不到我们心中，有可能是我们里面有一些属地的，或是叫做恶念，或是叫做得罪上帝的，或是罪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神的话进不到我们的心里面。上次我们在查考一节圣经，我有提到说，在论语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叫做获罪于天，无所导矣。圣经里面诗篇63篇里面这句话提到说什么？他说：“我心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如果我们里面是有罪恶的思想在里面的时候，不让上帝的圣洁的话充满，那么我们就可能是拒绝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了。很多人会说，那我等我老了的时候，等我退休了的时候再来信就好了，不用现在啊！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悔改不嫌晚，但是很多人到生命要结束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够真的信主。很多人以为说，我没关系，我等到我那个工作都完了，我这个家里都安顿好了，我再来信主。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即使是这样，你反而是没有办法接受神的话在你的心里面。以前我们在马祖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各位千万不要以为马祖那个岛都是拜妈祖的，千万不要以为这样。其实以前马祖那个岛曾经在南竿教会的那个村里面，曾经叫做耶稣村，因为在那里有80%的村民是信耶稣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好像在马祖那边都是没有信主的，其实他们有的有信主，甚至有的村里面信主的比例很高。但是呢，里面有一个弟兄，那时候我在马祖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是在做餐厅的，他在餐厅工作。然后呢，他在工作的时候，我去拜访他，他的父亲是基督徒，但是他后来很久没有到教会去。后来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牧师啊，等我退休的时候，等我这个餐厅交手给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就来做礼拜，我就来信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弟兄到后来，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他有没有来教会？并没有。不要以为说，好像你真的已经65岁了，我退休了，我就可以交账了。其实并没有。当你习惯不接受上帝的话的时候，即使到年老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上帝的话。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被提醒，不是要等到什么时间，而是现在马上立刻打开心，让神的话进你的心中。第二个，我们来看撒种的比喻里面的第二个土地，我们来看一下在20节、21节的地方。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念来：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就立刻跌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哇，有些人信主好热情、好热心，可是一下子当他碰到患难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去继续下去。犹太人说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坚持跟持续不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坚持跟持续不断。碰到患难的时候，碰到危险的时候，碰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退缩了。各位，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图上面，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叫做他们的农地。他们的农地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必须要筑上石头墙。石头墙的功用是为了希望防止下雨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泥沙给带走，所以石头墙是为了挡水用的。那但是很多的种子如果是撒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它上面还有一点点土是可以长的，但是并不会因为它长了之后下面可以钻得下去。所以很多的植物没有办法在石头地上生长，因为它下面是没有根可以扎进去的。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可能就会把它给烧掉了，或是把它给烧干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有的人信心很充足很快，但是一下子碰到患难的时候，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就退缩了。但是这也是
传道的问题、传道人的问题，因为我们有时候给大家的是廉价的福音。各位谈到硬心的时候，好像那个石头一样，其实很多人没有办法把根扎进去，没有办法把上帝的话扎在他的心里面，是因为他们的心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挡住的，以至于他碰到一些患难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面对，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刚提到了，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用的方法就是叫做速成的，或是历时的。你信耶稣就好了，信耶稣就一切一帆风顺，信耶稣就国泰民安了，信耶稣就一切问题都没有了，并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讲了信耶稣的好处，但是我们却没有想信耶稣要背上十字架。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并不是基督徒就不会遇到患难，基督徒就不会遇到困难，基督徒就不会生病，不是这样，而是你有盼望，你知道，当你碰到这些事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给人家的福音是一个廉价的福音，就是只是信耶稣就好了，决志就好了。但是我们没有告诉他，信耶稣之后，你要付上一些的代价。所以这里提到说，如果我们的爱不能够忍耐到底，而渐渐冷淡下来，那么我们将不能得救。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的患难跟问题在那个当中。当你碰到逼迫的时候、患难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它，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不一定是别人，有可能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因为这样就失去了信心，以至于我们就打退堂鼓，或是就不信上帝了？各位知道，在马祖那个地方，刚提到马祖并不是都是没有信主的人，但是马祖人他们称呼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个很好的名词，也是一个给我们很提醒的名词。这个词叫做半天吊，听得懂意思吗？半天吊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基督徒不会下地狱嘛，对不对？因为信了之后，我们就到上帝那里去。但是他的行为又没有好到可以上天堂的时候，那所以他就到哪里去？就吊在半空中。所以很多人说他们叫什么半天吊？为什么？因为吊在半空中，你又不是这个会去地狱的但是又上不了天堂，那这样的人会怎么办？就吊在半空中里面。所以很多人在碰到这些信仰上的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会退缩，以至于他虽然也许没有再回去拜拜了，但是他也不再去教会了。所以很多人他掉在那个半空当中，以至于他可能一年当中只来教会2次，这个过年的时候，或是圣诞节的时候，或甚至一生当中只来教会2次，就是结婚的时候跟安息礼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变成是信上帝只是一个表面性的，而没有办法是真的扎根在我们的信上面。所以爱德华是这样说：许多任性的基督徒都拥有爱，但是他们的爱没有持续下去，并且最终不能够得救。所以上帝帮助我们，爱上帝也必须要坚持跟持续不断的。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困难患难的时候，但是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就拒绝了，或甚至信不下去了？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再来就是第3种状况，就是在荆棘里面的。我们来看一下在22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2节，这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话，给我们的帮助。22节我们一起念来：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以致不能结实。亲爱的弟兄姐妹，撒在荆棘里面的，各位，在荆棘在中东那个地方是常见的植物，因为它是杂草，是一些没有办法使用的这些的杂草，所以它常常会是在路边，它就有机会它就长出来了。但是它可能会压住那些正在结实的，或者是长大的这些的植物，或者是这些的农作物。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是：什么样的东西会拦阻你、绑住你，让你对上帝的话没有办法持续跟成长？所以这里提到说，当你拖得越久，你的罪就会越茁壮跟生根。如果你不让上帝的话茁壮生根，你就是会让罪在你的里面茁壮跟生根。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好像这个事情很小了，没什么事情，好像以为就这样忽略了，好像觉得说我有没有犯大的罪？但是事实上，很多的东西都是从小的地方开始的。各位有一个
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刘备，知道吗？刘备他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什么？他说：“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不要以为说好像这个善行是很小的，好像我就不去做了啊，这没有什么。也不要觉得说这个恶行没有什么，就好像放任它。当你拖得越久的时候，罪就有可能会在你的身上会生根了。这也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就是贪心会让人有所得，但是失去的会比得到的更多。愿上帝帮助我们，特别在这个世代里面，有很多人会在这样的事情上面跌倒。千万不要觉得牧师就是一个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人，其实会有时候在这些的试探当中也会跌倒的，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放在那个试探的里面。有人说啊，我对金钱是不会有任何的动心的，那是因为金钱的数量少。如果金钱数量多的时候，有很多人很难不去动心的。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智慧，知道怎么样去做。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笑话，曾经有一个这个可口可乐的公司，他们去到那个梵蒂冈的地方，然后去跟教宗商量，然后教宗一直都拒绝。然后那个有个神父一直觉得，为什么教宗这么死脑筋？如果人家给你钱，你应该要接受啊，人家要奉献给你，你应该要接受啊。然后后来教宗还是拒绝了这个可口可乐公司的要求。结果这个他的神父就跟他讲说，教宗，请问一下，刚刚他们谈了什么条件？为什么你都一直拒绝呢？结果这个教宗他说，因为他们希望我在祷告完之后不要说阿们，要说可口可乐。他说那这样有什么问题吗？他说其实我差一点动心了。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不会有问题，其实很多时候试探就是在这样的当中，不会觉得有问题的当中就出现了。所以使人有所得，然后失去的会更多。贪心会让人好像赚得全世界，可是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大卫鲍森这样说，他说我们现在流行的是一种廉价的福音，只要求来到上帝面前决志祷告，但是不是要做任何的改变。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我们不想改变，原来的就好了，原来的就好了。但是我们不晓得说，福音进到人的心中是要带来一个极大的改变的力量，好让人跟过去不再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有没有改变你的生命？福音有没有让你可以跟上帝更亲近？福音有没有让你跟罪更加的远离？如果我仍然信上帝，但是我仍然在罪里面，或是我仍然没有脱离罪，我仍然没有脱离我过去的旧脾气跟个性，那么我不是真的相信上帝的。相信上帝是要我们要改变的，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当你相信上帝的时候，这个福音必然对你带来一个极大的改变。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好的土地里面带来的是什么。马太福音刚刚的最后一节的圣经里面提到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的圣经，我们一起念一下这节圣经，一起念来。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如果我们领受它的时候，当我们接受主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长，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千万不要认为说只有30倍好像比那个60倍的少一点，或者是100倍的才是最好的。其实不是，能够成长都是好的。神的话进入你的心中，能够成长都是好的。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只改变了一点点，你的改变一点点都会对你的生命带来极大的改变。改变了一点点都会让你的生命更加的丰富，30倍、60倍跟100倍的成长。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只有100倍的，我们追求100倍的成长，不是这样。当生命进到你的心中，上帝的话进你的心中，你即使有30倍的成长，只是一个小小的成长改变，都对你的人生带来极大的帮助。所以上帝帮助我们，30倍、60倍、100倍，不是指哪一个比较好，而是你愿不愿意让上帝的话改变你的生命。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什么时候最容易跌倒？就是在他不愿意再进步跟成长的时候。求上帝帮助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跟随主的脚中行。当我们不再往前走的时候，当我们停止进步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容易跌倒的时候。所以盼望是从苦难的土壤里面长出来的。有时候上帝透过一些患难，透过一些苦难，让我们从这里面去学一些的功课，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得帮助，在患难当中能够长出美好的果实出来。所以生命是需要时间的，生命是需要成熟，是需要更加的扩展那个境界的。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里面的这些的硬土能够被挪走，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好的土，在上帝的面前，让神的话种在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长出这样的美好的果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拿来去批判别人说别人是什么土地，而是要问我自己，我自己是什么土地？我有没有接受神的话，还是我拒绝上帝的话？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被绑住的，让上帝的话没有办法成长的？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今天给我们的经文里面有些什么样的提醒。第一个，上帝耕耘我们是要为我们预备美好的土地，所以有时候上帝会用一些方式来耕耘我们。各位知道耕耘的意思是什么？知道吗？有看过牛在耕田的时候，在犁田的时候，硬的土要透过破坏，要透过破才能够把这个土给松开来。所以任何事情临到我们都不是突然的，上帝要透过一些耕耘的方式，把我们那个硬的土给它破坏，以至于我们能够预备成为好的土。所以立刻胡哲有一个手脚都没有的一个年轻人，他说：生命的挑战并不是是为了加强我们的信念，并不是为了击溃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会碰到一些困难挫折，但是这些是要来帮助我们加强我们的信念，不是要来击溃我们的。所以有时候喜乐是从眼泪产生的，平安是从风浪产生的，成长是从痛苦产生的，安慰是从患难当中去产生的。所以上帝有时候透过一些患难苦难，其实是为了要破我们，让我们的土可以松开来，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那个好土。第二个，上帝的耕耘是要让我们得益处的，所以得胜和安息的方法就是从父神而来的环境跟试炼，在其中享受互相效力的益处。所以有时候上帝透过一些苦难，让我们可以去学习；上帝透过一些的患难，让我们可以从中去得到帮助。所以在希腊文里面，患难、苦难跟学习，它的字根是同样的一个字根。在学习中会有苦难，在苦难当中也会有让人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遇着各样患难的时候，不是觉得上帝撇弃我了，上帝要透过这些的方式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更好的土，以至于能够领受上帝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讲道王子叫司布真，他说，在神的律法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夺去你的幸福，他只是不允许你做那些会让你付上沉痛代价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要为了信上帝，要牺牲一些的事情，可能要牺牲一些的享乐，牺牲一些的在罪的当中的一些的快乐的事情，但是那个都要为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得到一些的益处跟帮助。我记得我在考大学联考的时候，各位知道以前早期的时候，我们以前的游乐没有那么多，我最喜欢的游乐是什么？各位知道以前有那个漫画，叫做有一个漫画家叫黄玉郎，他会画一些叫做武侠的漫画，那个时候都是连载的。各位知道那个我们那个时代里面，收集这种连载漫画是一个太大的享受，因为只要那一期出来就赶快去收集。你知道那个时候都为了这个东西，就是零用钱都几乎砸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家里面的漫画是一叠在那个地方。但是当要大学联考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要考试了，我已经要考试了，我似乎要去牺牲掉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知道要把那一坨子那个漫画，要把它送去旧书摊，或是要把它丢掉，其实那个是叫做心如刀割，你知道吗？就是你要真的要把那个东西要挪走的时候，只为了你希望要能够安静的来读书，不要被影响，那个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痛苦。你知道心里面在念书的时候，心里面还想着，我那本漫画还没有看完，还没有看完。你会想着还有这些东西，那个都是对你的一个捆绑。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上帝夺去一些我们所喜爱的，他并不是要伤害我们，而是要让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去付上更大的代价。所以我们需要去谨慎各样的
事情、各样的一些方式，属灵的生命的原则是让它长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越朝向圣洁的生命的时候，这些的恶、这些的不好，会自然的就远离我们。第三个，上帝的耕耘要使我们结果子。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3章18节这里提到的，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不断的在认识上帝的知识跟恩典上面长进的，不是只有停在那里，需要长进的。所以上帝要耕耘我们，要让我们能够结更多的果子。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为难的环境，有时候是一种保护，有时候是照顾，有时候是一种成全，让我们不受到这些的捆绑，以至于能够成长得更好。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他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有时候需要挪走一些东西，是为了要让我们得帮助。所以果子不会突然间在树上就成熟了。园丁跟信徒都是需要忍耐的，忍耐的过程是需要的。很多时候我们要成长，一些过程是要去忍耐的。有上帝帮助我们，也许碰到一些患难、挫折的时候，这些都对我们有帮助。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我上次有听到有一个牧师这样分享，他说，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成长的当中，有时候会被攻击，我们有时候会被人家丢一些大便，有些时候会被人家丢一些不好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都要给我们生命当中的养分跟成长。圣经里面讲到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这个园地的主人，他看到一棵不会成长的果树的时候，他说把它砍了吧，免得白占土地。结果种地的人说没关系，等我把它加上粪、加上肥料的时候，我相信它明年会长得更好。各位知道以前早期的肥料是什么东西知道吗？大便啊，丢很多东西，丢很多大便臭的东西在那个地方，但是那个为的是什么？让它可以成长得更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你可能会被人家丢大便，有时候你可能会被人家丢一些很臭的东西，有时候你可能会被人家丢一些很不好的东西，但是这些都是要帮助你，让你可以更加的成熟跟成长。所以果子不会突然在树上成熟，园丁跟信徒都需要忍耐。成长的过程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走得那么顺利，但是这些都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进步。但愿我们的心是好土，让生命的种子撒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有果效。愿上帝帮助我们。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要常常问我自己，问我们自己，我是不是一块好的土地？有没有让上帝的话放在我的心里面？还是我拒绝了上帝的话？或是我被什么样的东西绑住，以至于上帝的话没有办法成长？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这个很简短的故事，但是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离罪恶越来越远，能够离主越来越近。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我们在面对诱惑跟试探的当中，我们实在无力，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愿你帮助我们，给我们聪明智慧，能够远离一切的恶事，也帮助我们能够就近良善，能够就近你所给我们美好的话语，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彼此之间成为很好的良师益友。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朋友帮助我们，有弟兄姐妹来支持我们，以至于我们不至于跌倒，以至于我们能够靠主站立得稳，使我们结出美好的果子来。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美好的园子，能够看到弟兄姐妹的生命成长是持续不断的。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分享。但愿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都是一片好土，如果不是呢，那我们就要改变了。好，我们一起来今天金句，我们一起来背诵，背诵2遍。今天的金句是在马太福音13章23节，马太福音。好，我们一起来。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马太福音13章23节，撒在好土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
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马太福音13章23节。好，回应诗歌，请大家翻开新灵粮诗选367首，我们来唱两节。新灵粮诗选367。我们来做一个奉献祷告，请诗献的同工们到前台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丰富的所需要的，让我们一无所缺。主啊，这个时间我们也愿意把我们有的，从你那边所有的奉献一部分用在圣工上。求你祝福，带领保守，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先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向主献陈歌》。让我们先介绍一位新朋友，沈云秀，欢迎你，请坐。是雨欣介绍来的哈。好，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唱一遍之后，我们再起立。成为神国的
我们彼此拱手问安。好，让我们入座了哈，请坐。好，我们现在有一些教会的施工报告啊，还有一些肢体消息啊。今天是圣灵降临的后的第6个主日，欢迎参加聚会以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祝福你。也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哈，我们的爱宴还是暂停的。另外就是聚会完了之后，我们有成组成人主日学，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找一个课来上好。7月指示会的会议记录，还有6月份的收支表，已张贴在公布栏上请大家前往关心。周3晚上7点半到9点，我们牧师他主讲的新旧约圣经总览，欢迎大家都可以去参加。周4晚上7点半到9点有查经祷告会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尽量的来参加哈，可以为教会的各个事工守望祷告。然后7月17号、18号是周5跟周62天，教会会举办暑假儿童台语品格营目前已经有了16位的儿童参加请大家为夏令营关心、奉献还有代祷。第6项是制服艺人学院于9月12号到12月5号要开办的109年度的秋季班一共有16个班级招生请为开课的顺利来祷告。那目前的话，办公室都接受报名请为教会有足够的经费支持网络直播施工，还有改变新的牧养方式来祷告。另外，为弟兄姐妹的工作稳定、身体健康，不要受到疫情的影响祷告。教会要预备进行青年晚崇拜，欢迎国中以上的青少年及大专，还有社青参与，也欢迎邀请因工作上无法正常参加主日的弟兄姐妹可以参加。那实际的时间呢是之后我们会公布出来。另外就是主日，今天聚会完了之后，在12点半，请儿组以及夏令营同工留步到201教室来开会。另外，肢体也为我们的肢体有病痛的来祷告也为着我们新朋友来祷，请大家自行参阅。然后有暑期时间将到也请弟兄姐妹为暑期活动规划安排顺利来祷告。好，牧师还有没有？跟大家简单报告一下，我们礼拜5、礼拜6是我们的儿童夏令营。那我们这次是用台语营的这个方式来进行那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些弟兄姐妹能够来协助这些孩子们，特别是保护他们的安全，因为我们希望礼拜6的时间，他们可以亲自到市场里面去购物，或者是跟我们大人一样学习到市场里面去买菜。那所以需要有一些人力上的资源，就是我们需要保护他们的安全，包括要去注意他们不要离开太远，或是把他们平安带回到那个
课室里面来，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弟兄姐妹来关心这样的事项，也请为我们的同工祷告，希望我们在这次的夏令营可以帮助很多的孩子们学习我们的母语，学习我们的台语，能够更好的使用，以至于我们所说的话，还有我们的文化都可以继续的传承。所以请为我们的礼拜5、礼拜6的儿童夏令营来关心祷告。礼拜天下个主日的时候，希望他们可以站在台上来唱台语诗歌，然后来背他们所学的这些的10诫或者是台语的主导文，然后让大家能够来听到，这是一个成果展。那也希望大家来关心这样的事项，让我们的小朋友从小就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好的教导，以至于他们长大都不忘记上帝的话。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谢谢。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请牧师祝福。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让我们成为好土，成长30倍、60倍、100倍。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订阅。在订阅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事工来代祷。有病痛更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到台前，牧师要为你们祷告。